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疫情指挥中心伫今日公布，主管接受疫苗临床试验的报名平台，到11月底希望有2万人来报名。经济部的扩华应变中心今日宣布讲，对11月18日开始，嘉义到台南地区的水情电号对青灯改做是黄灯。中国人大宣布讲，若准香港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独立，找找境外势力协助，都会失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为着要加强国内疫苗生产，疫情指挥中心伫今日公布一个主管接受疫苗临床试验的报名平台，对今日开始到11月底，希望有2万人来报名。经过选定签约企业期间，若准有出问题，会由疫苗公司协助医疗甲赔偿。烦恼国内生产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因为招募受试者拖延时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 COVID-19 疫苗临床试验意向登记平台，有意愿人引进网络登记，疫苗厂商会联络确认资料，若符合资格就会使。啊，不过登记了后，依然有是毋是受试最后的权利。满12岁以上无满10岁，爱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指挥中心希望伫11月30日前募集超过2万人，因为受试的人爱进出医疗院所，抽回者医疗经费会得到厂商的车钱甲营养费，啊，不过也要承担疫苗风险。那万一出现一些因为打疫苗而出现一些状况的话，就是试验机关或就是这些医院就会无条件的会帮他们做所有的医疗照护。万一有任何伤害的话，需要的时候也会由保险机构来负责这个保险的理赔。国内已经有3间厂商进入第1期临床试验，小数已经定出紧急授权条件，要求每一间厂商第2期人体临床试验人数要有3000人，加上500个对照组，追踪1个月，确认安全甲有效，才能上市量产。国内礼拜3个新增加4名境外移入个案，3名是1年来台工作期间，当时伫检疫所检疫期满采检确诊。另外一个个案是比利时籍的30多岁男性，坐飞机进前有阴性检疫报告，啊，不过来台湾了后出现症状。在居家检疫期间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大概有1天的这样的一个微嗅觉的丧失的症状，那并没有来通报，他以为这是一个因为时间非常短。但事实上，如果那次有通报，可能在那时候就会验出来。可事后他们还觉得，就是说要做得更完全，所以做一个自主性的检查。为严防秋冬疫情相关指挥中心已经进行专案会议，礼拜5会甲各地方政府讨论，礼拜3就会正式公布秋冬防疫专案。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伫今日表示讲，新加坡当日甲台湾直接旅游团互相开放的规划。经济部也讲，已经有外国资金的电子大公司被申请专案来台湾，按算来3天，唔免隔离。面对着旅游业受到疫情影响，全部拢无生意。交通部也打算讲要推出活化国内旅游5大方案，希望会降甲旅游业斗3天。边境封锁业者苦苦支持交通部推国路宣布5大方案，除了纾困3.0预算支持业者，薪水补贴到年底也到预算鼓励业者推经济旅游类出国2.0，12月起补助偏乡市国旅团，春节期间推出号称专案，鼓励大众运输甲饭店联合优惠，初步是补助承德以北的旅宿业者。结合大众运输包括我们的双铁。和国道客运，我们会希望他们推出优惠的一些方案，然后政府来加码。疏运分流，那可能是他单方面在想，因为开车的人还是会开车。那一个家庭出游，你说光是高铁一个人1000多块，就算你有折扣的话，也要大概4000多、5000多，然后再上台北来又住一个晚上，这样我想大家意愿不会很高。业者表示，虽然已经年底，不过目前商业饭店伫明年初的农历过年期间订房状况无好，春节是全家出去佚佗的大季，无可能可能会坐大众运输，希望交通部应立即家己开车也应补助。另外，对业者上望的国际旅游泡泡，交通部正式新加坡代表已经排好时间，要到交通部拜会。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证实，已经外资电子大厂专案申请来台湾，佮得到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按算来台湾3天免隔离。我们是要来申请的它的这个重要性它的急迫性，还有它的对国家的贡献度等等，所以其实经济部变成也要做第一个把关啦。
中国嘅逼流旅游泡泡因为逼流检验容量无够，宣告破局。服业者真失望，即马是毋是有新的进展？交通部甲经济部拢强调，即马是秋冬国际疫情要咧假，也是以防疫为主，由指挥中心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扩化应变中心今仔日举办一个工作汇报，考虑到最近无啥机会落大雨，宣布讲对11月18日开始，嘉义甲台南地区的水情灯号对青灯改造成黄灯，也进行清野减少水压的措施。其他地区的灯号暂时无变动。台湾今年的水情严重，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水情的灯号10月中已经变作黄灯。目前全台湾的水库，除了牡丹水库的水是饱的。三分水库脱水量降到差不多3成，石门水库敢若增加2米里。因为最近落大雨的机会无济，因为安尼，为11月18日开始，嘉义甲台南水情的灯号由目前的绿灯修正做夜间减压供水的黄灯。离峰跟特定时段会降低自来水管的管压，同时会停工行政机关跟国营事业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那其余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情灯号还是维持不变。因为桃园、新竹、苗栗的万东池已经停止压水，外界关心嘉南地区的早冬池敢是同款的停止灌溉。应变中心强调讲，在这个月底会做出决定。育苗业者他大概会在12月初就会开始育苗，所以我们那个中央应变中心的最后的决策点就是会在这个之前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我们那个决策会比已经育苗了，然后再做说停止停灌，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产业供应链会混乱。用水的大户呢，我们也会辅导他在设备上或者是效能上更好的改善。那不论如何，就说这样的一个水情大家还是一起都要来节约用水。应变中心强调讲。工业区甲产业园区已经要求爱省水5%，嘛会持续追踪。另外，会整备控限水井等等，以紧急利用计划增加水源的供应，而且会看情形制造人造雨，增加各集水区的脱水量，嘛请民众爱做伙省水，共同度过大水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关系到美中台关系。中国国台办一再强调讲，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内政，也要求美国就要遵守一中原则。咱的国民党是讲到，因对中国对美国拢是真友善的，甚至有人认为讲，这回美国总统大选，有人认为讲，这回蔡政府支持唔对平。蔡英文也回应讲，2015年迄年，伊是头一个入到北京的总统候选人，迄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奥巴马。美国大选，民主党拜登宣布胜选，未来美中台情势真受关心。11中国国台办记者会，真侪记者拢在问，美选结果是不是影响两岸关系？发言人放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各位民进党等甲纠集强势政治基础的证据。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充分地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朱凤莲希望美国遵守一中原则，慎重处理台湾议题。面对美国政权的问题，国民两党12中常会拢讨论选后美中台关系。国民党质疑蔡政府对唔对报告表示，最近被民进党过于抹红，因的立场真简单，就是亲美互略。对于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支持台美关系进一步深化合作，坚定亲美合陆的路线。2015年，我是史上第一个进入白宫的总统候选人，当时是奥巴马政府，可见民主党对台湾的态度是友善的，而且也愿意持续来改善对台湾种种的待遇跟关系。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也在中常会特别重提2015年进入北京来回应对唔对报的讲法，也表示美国大选要到规个法律定序完成，恐怕要一段时间，会密切关注台海安全甲国内政经情势变化，表示台湾伫美国主流民意得到支持，政府甲美国两党的关系真密切，未来政府深化台美关系努力也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美台经济对话伫11月20会用现场会议加视讯会议做伙来配合。美国国务院邮政前北访问台湾的驻京 Crutch 带头，台湾这边是派出经济部处长带团去到华府参加，到时阵会讨论到5G、健康安全等等的议题。总统蔡英文也表示讲，这也代表台美关系进展，未来双方也会加强合作。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结果也未正式公布，川普政府挺台湾的行动也拢无停。国务卿蓬佩奥伫初则宣布，进前讨论过正久的美台经济对话会伫11月20开始，这样代表美台经济共伴的关系正健全，而且继续成长。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Will help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everything from safe and secure supply chains to the clean and 5G security, to health security, and to more. 这不仅象征台美关系的一个进展，也证明了我们的国际杯不是纸上谈兵，更是着手投入的现在进行式。美台经济对话会由9月中访问台湾的国务卿次卿克拉克带头，以实体搭配视讯方式进行。实体部分伫咧华府办，台湾方面计划由经济部处长陈正奇带团访问美国。经济部讲，双方将会讨论包括全球健康安全、科学技术、5G 清气网络等8项议题。就这一些议题呢，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台美之间深化经济合作是一个今天就像蓬佩奥提到的，是让台湾更强大。让台美关系更好。经济部长王美花将会甲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也有外交部长吴钊燮等相关部会官员，20伫咧国内用视讯方式共步参加。外交部讲，这边的对话是台美关系重大里程碑。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这当看出蔡政府的成绩，台美关系愈来愈好，双方会进一步加强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正月到9月，欧盟投资台湾的金额已经有来到美金26亿咯，而且是继续伫咧增加。欧洲商会也发表2021年的建议书，这当中也向台湾政府提出170项的建议，包括着产业发展绿能政策等等。其中也针对用电用真少的企业条款，认为这规范伤过零，无法度帮助绿能的发展。Our position papers offer 170。欧洲商会和台湾政府产业政策拢总170项的建议，今年发布2021建议书，主题是行销台湾，极境当中推动创新。由欧洲商会内底25个委员会提出各产业面临的问题，包括金融服务业、贷款融资的问题、高阶人力的法规、到健保改革等等的问题，而且佫直接讲出绿能政策的欠点，认为台湾用电大户的条款伤零，对要推动绿能政策是真不利。我们是呼吁政府重新再检视一下这个用电大户的条款，那非常的宽松，实在不太适合目前绿能的这个电力的发展。台湾是欧盟伫全球第19大贸易的同伴。规年欧盟对台湾投资的金额达到35亿5千万的美金。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过1月份到9月份投资的金额都已经达到26亿的美金，而且持续成长当中。伫台湾，外国的直接投资有1/3是由欧洲来。台湾甲欧盟签双边投资协定 BIA， 有机会透过欧洲商会来促成。现在是欧洲对台湾的投资大量的增加，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对欧盟的投资也开始会陆续的开始增加，对双边的投资的保障，我想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尽量来促成。欧洲伫台湾的投资，以绿能产业是上济，尤其是离岸风电。欧洲商会风能委员会嘛针对国内风电的发展提出3个建议，包括明年底进行第一批区地开发竞标，来维持台湾离岸风电伫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外，离岸风电的发展嘛应该要量早进入后一阶段的发展，建议未来1年内制定浮动式离岸风电的政策，打造未输予日本、甲南韩风电产业的规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专门协助香港人的保护伞餐厅，顶个月去互判泰国米亚了后，店拢一直关起来，犯案的4名嫌犯也招口供，讲出背后确实有中国金主伫咧操作。保护伞餐厅经过3礼拜整修，伫今仔日重新开幕啊！店立法院长尤锡坤也拢送花来介祝贺。
经过3礼拜外，由香港反送中抗争者义务律师吴国栋协助来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一起生活所开的保护伞餐厅，11重新营业，有不少政治人物送花篮来祝贺。亲像立法院长游锡堃，5万点头会当莫惊吓。也若民进党立委范云是以去年反送中抗争代表性的歌曲《原英跟归香港》的词来甲因祝福，而且嘛有不少支持者专工去现场，要用行动来甲因烧敬。我尽办法就是来多几趟，就是每一个星期就是要来一天，都尽量吧。就是前一段时间觉得就大概知道就被泼东西，觉得蛮惨的，就觉得要来支持一下。餐厅重新营运，员工是无用设施咧服务人客。也若外口有当地警察伫监控附近的状况，以防有人搁来乱。因为保护伞餐厅顶个月16去互破白色物，店内灶骹、碗盘甲装潢拢互破甲规个。也若店长目睭嘛因为安尼受伤，餐厅因为安尼高不离种都要休困。检方查出有中国的金主伫背后指使犯案，也若动手的细部的嫌犯，还有3个共犯，等日去互检方起诉。疑审台北地方法院了后，法官考虑到4个人已经认罪，加上无证据显示因有特定政治意识等等的理由，裁定每一个人5万块交保，嘛限制出海出境8个月，而且袂当去骚扰餐厅的负责人。他现在说是针对香港人啦，后面那个矛头是不是针对一些出来抗议的、对共产党有批评的人？有的时候他们做这个事情，你很难保证他是不是连带会伤害一些台湾人。香港人来台湾寻求庇护，数几啊届受到威胁。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创办人林英基认为讲，伫台湾的香港人处境可能会愈来愈歹，甚至影响到人身的安全。因为这个案件牵连到中国、香港还有台湾3边敏感的关系，检警嘛持续追查，找出幕后的中间人，而且查清楚背后真正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新华社的报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对香港立法会议员有新的规定，若准香港立法会议员宣传或者是支持香港独立，甚至找找境外势力来影响到香港事务，拢会失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香港政府也根据着这条规定，随驾驶为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取消资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议11通过议案，并且公布，即要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主权，甲被认定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引发香港动荡。这项议案正是林郑月娥提出的。对此，伊解说，港府不应家己处理宪制问题，更加强调，议员无效忠中国甲港府，一个人重回立法会是不合理的。这个宣誓不是就讲一片的宣誓，这个宣誓。就表示了这个人是需要拥护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區。我對呢個決定係表示理解同埋尊重。立法會大會即陣的暫停會議，林鄭月娥講未來修訂具體宣誓形式甲違反宣誓效果。中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強調，香港立法會議員必須真正擁護香港基本法，才法度確保落實一國兩制。港府遂宣布，泛民主派4名議員楊岳橋、郭榮鏘、郭家麒、梁繼昌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因強調為咗爭取民主未後悔。可能大家會覺得今日係一個好黑暗嘅一日，不過我自己睇嚟，呢個係對於我哋爭取民主入邊係好值得去記住同埋思考嘅一日。對此，泛民主派15名立法會議員決定集體請辭，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柯志偉批評中國人大決定真不合情理。當我哋議員喺議會上邊監察政府嘅施政，都會面對係被取消資格嘅風險。柯志偉大度批評中國徹底放棄香港基本法，互立法會正式中國人大，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正式宣布死亡。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台灣水泥下面的公司金昌照控，去互法院判決講，愛補送環境現況、查驗分析等等的報告，才會當繼續動工。地書院已經停工幾個月啊。下晡環保署進行審查案件修正通過，這個案件要經過計算。雖然講佇這520年有創造35億的產業價值，不過生態也要付出21億的代價。清水的山頂路甲邊邊，礦場周圍原住民部落也煩惱講，開礦場威脅生命財產。
金昌招控场因为互环保团体提高败诉，爱先通过环境现况差异分析报告审查才发到动工。后来虽然提起上诉，不过也决定主动提出宽限差。下晡案件伫环评大会审查，对已经停工5个月嘅有员工呼吁环评委员手指牙关，由民意代表反对通过。联署村民的希望，我们接单实况能够减少复工，盼望长官们能够高抬贵手。企业跟政府还有环评委员，你们在玩把戏吗？把太鲁阁主传统领域出卖掉，这听起来像是公平正义的国家吗？金昌也头一摆计算乌石矿所爱付出的生态性服务价值，每年减少1亿800万块，20年来生态大价大约是21亿6千万。金昌讲，每年会投入500万以上来进行服务。而环评委员是要求爱定期来检讨，确定爱达成。如果说你的富裕不好的话，这20亿就是自然为你们公司所付出的代价。你这个收入其实是在 GDP 的这个贡献上面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自然上面就是我们损失的非常大。最后案件修正通过，金昌公司必须对于从 PM2.5 来进行空气污染的自动连续监测。也个开工起每5年爱对服务成效随时检讨，并且应在环保署正式公告了复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部的义大病院，去年有一个医生离职，说方要求讲爱赔600万的违约金，这官司目前还阁伫咧斗甜。不过早起有工会甲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质疑国内真侪病院为着要甲医生绑条例，对甲医生签无合理的契约。因也呼吁讲，医疗法当中的医师劳权专章草案，应该赶紧送入到立法院审查才对。医师离职申请书顶悬被抓乌字写违约金，就有607,961块。义大监治疗病院有一名女性住院医师领病院公费在职进修，不过去年当个服务了后，伊发现工时比其他医师较悬，决定离职，却被病院提告求偿真悬的违约金。就是你的薪资在平台消失了，就是有点狭的这个高额赔偿金的部分。他会去做一些跟其他医师不一样的要求。医师表示，伊伫102年开始就进入义大为住院医师做起，虽病院在陪伊去其他病院进修，接受次专科医师训练，不过只是爱伫外院提供劳务，暗时爱登去义大急诊做一线夜班。不过，伊108年受训结束了后，登去义大，院方无依照口头的保证，要将伊升为主治医师，而且捌连续工作14天，只休训1天，互伊做袂落去。不过，病院契约规定，进修完爱登去病院服务满2年才能离职，所以向伊对讨进修期间的2倍工资，600外万。不过，立委批评这亲像未信服病院，真无合理。那刚刚这位是除了工时之外，他有一个不对等的契约的问题。那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所以雇主可以跟他签订如此不对等的契约哦，这个天价的一个赔偿金额。立委范云表示，卫福部去年4月就将医疗法中的医师劳权专章草案送去行政院，不过目前也无动静。行政应该赶紧送到立法院审查，杜绝劳工调约。义大回应医师离职时阵做过真侪摆协商，愿意调整当值的时数，或者是留职停薪。不过当事人认为，假使过劳状况无改善，搁转去医院会真忝，伊愿意付一半违约金，最后也是爱拍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美国的选情。美国总统川普选输了后，头一个公开行程就是11去到国家公墓纪念退伍军人节。根据着外国媒体的民调，主要媒体宣布拜登胜选了后，已经有要到8成民众认为拜登就是白宫的新主人。不过川普也是唔认输，继续想要拍选举的官司。国务卿蓬佩奥也是坚持讲会交予第2任的川普政府。川普这礼拜登去白宫了后，就无阁公开出现，同款是一直抛文，强调讲伊家己会赢，爱各界注意选举计票有问题。当然嘛，去有推特，阁一概表示争议的建议。川普阵营伫咧宾州、甲乔治亚州等等关键摇摆州，发起这个投票甲计票公正性的诉讼，部分已经互驳回。车站阁追加密西根州，提告要求查验有妄想者投票等等的问题，阻挡当局宣告拜登选调，嘛指控当地共和党选举的监票员受到无公平的对待。
不过，虽然伊提起几个诉讼，要改变大选的结果是无啥可能啊。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win this election, he would have to overturn thousands of votes in several states. And even with recounts tend to only pick up a few dozen, maybe 100 or 2 new votes on either side. It seems extraordinarily unlikely. 川普按算当地时间11较暗的时阵，去阿灵顿国家公墓纪念退伍军人节，这会是伊败选了后头一届出现。伊的行动受到大家关心。因若面对记者质疑讲，川普当时才会人事退场，互政权会当顺利交接。国务卿蓬佩奥强调讲，一定会顺利交接互家己人。There will b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Right, we're ready. 虽然川普主要的幕僚对外拢表态会挺法律战到底，不过政府内部的气氛已经紧张而且有变化。白宫初三暗时举办选举之夜活动了后，佫传出有几个新冠病毒的病例，目前内部的人员是减真济，西上的人员破病，隔离的隔离，甚至有不少幕僚已经暗中准备要引后一份的工课。因若党内甲国会的盟友是倾向予伊一点仔时間消化伊的情緒。This is a president who prizes loyalty above all else. He is not going to be forgiving of someone who says that he should step aside. In fact, the director of personnel in the White House let word known to agencies across the government that if anyone was perceived as looking for their next job, they should be immediately terminated because that would be seen as disloyal to this president who has not yet conceded. 知影情形的人士认为讲，川普未正式让步，可能会伫任期结束的时阵勉强来离开白宫。因若根据路透社伊普所前7以来做的民调，已经有79%的美国人认定拜登选调，认为川普选调的敢若有3%。因若共和党内底有6成认同这个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美国家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啊，而且说落来就是感恩节、圣诞节爱安怎安排呢？美国的感恩节是改去户外，甚至是改用视讯来举行。欧洲国家的圣诞节有圣诞老人改做线顶活动。时间挂着喙暗甲手套，伫灶骹内底赶紧伫资料里分散到老人厝内底。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情连续几若天新增加病人超过10万人，伫6月9日感恩节，民众开始用无同的方式来进行。It's certainly untraditional to have Thanksgiving outdoors, but it would be memorable. If you can't be outdoors, you need to really ensure that your indoor space can accommodate 6 feet, a 6-foot bubble around every person. And we really recommend that you ventilate your space. 美国纽泽西这间非营利组织健康七甲酸基金会每年拢会甲150位老人到阵地感恩节食饭。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决定予志工做完料理了后，赶紧甲食品冷冻起来，放伫个保冷袋仔内底，才送予老人，欢迎会伫个厝内底家己切小对食。We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And we know how much it means to them that they have this meal and that they know that they're appreciated and loved by the community. 伫澳洲第12个耶诞节也会做换步式来庆祝。英国伦敦一间培训耶诞老人的俱乐部决定经由家己开发的 App 程式，教囡仔来举办1对1的付费线上聚会。32天的活动爱30英镑，大约是台票1200块。But actually, what we're doing here, we're still creating magic. And we're allowing children to meet Santa in a one-to-one way. They'll actually chat for longer with Santa than they would anywhere else. And through the app that we've created, we find actually our audience is bigger too. 而一年四季拢有耶诞老人的芬兰耶诞老人村罗瓦涅米，原本每年拢有超过50万游客来遮，受到疫情影响，游客人数减少9成，员工产业损失大约是2亿欧元。为此，当地地方政府决定对初7开始，予耶诞老人经由直播甲观众交流，宣导防疫政策以外，也宣布耶诞节活动开始。记者综合报道。缅甸伫咧初八举行国会大选，虽然选举结果也未全部开出来，不过昂山素季所带头的全国民主联盟已经有过半胜出，甚至打破2015年的纪录。这会内面也出一个穆斯林的议员，有机会替少数族群表达意见。
欢喜激动的选民人红旗伫翁山书记政党的办事处，因是来提早庆祝胜选，因为翁山书记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伫即摆国会大选的642个席次当中，目前至少摕312席过半，会继續執政。喺度個別㗎啦，嗱埋睇就攞地下啊，တိုင်းပြည်就တိုင်း用，得攞多咩ကိစ္စ就佢所報必嘢知道，啲後嚟要老大ဖြစ်တဲ့就ဒီနေ့ကတရားကိုင်းလုံးပို့ပြီးနိုင်စီကြမှာလေဒါမြန်မာနိုင်ငံမှာရှိနေတဲ့နိုင်ငံသားတိုင်းအတွက်အရေးပါတယ်အားကြောင့်မို့ကျွန်တော်ကဒီနှစ် NLD ကတရားကိုင်းလုံးအပြစ်နိုင်ရင်တိုင်းပြည်နောက်ထပ်9နှစ်စီးပွားရေးအရန်ကောင်းမယ်လို့ကျွန်တော်ပြောချင်ပါတယ်。大選結果也顯示，75歲翁山書記依然是緬甸上受歡迎的政治人物。雖然過去5年全國民主聯盟成績無好，翁山書記在少數民族羅興亞人的種族議題處理無適當，佢個人在國際受批評。這擺大選共款也被懷疑剝奪將近150多萬人的投票權。And the inclusiveness is also from our perspective, even though we got about 37 million elective voter. At the same time, we got a lot of people has been disenfranchised in the Rakhine area. Majority of them are from Rakhine. 這擺國會大選也過5年出現第一位穆斯林議員，33歲司徒某代表全國民主聯盟。緬甸以佛教徒較濟，穆斯林只佔全國人口的4%，真受輕視。所以司徒某上任的第一重要工作就是替族世族群發聲。အဲ့တော့ကျွန်တော်တို့ဒီမျိုးနယ်မှာရှိတဲ့ကျွန်တော်ဘာသာပေါင်းစုံအတွက်လုပ်ရမယ်ဒါပေမဲ့ဟောဒီမျိုးနယ်မှာရှိတဲ့လူဖွဲ့စည်းတစ်ခုဟာခွဲခြားဆက်ဆံခံနေရတယ်ဆိုရင်ဖိနှိပ်ခံနေရတယ်ဆိုရင်သို့မဟုတ်လူခွင့်ချိုးဖောက်ခံနေရဆိုရင်အဲ့ဒီအတွက်ကိုကျွန်တော်တို့ကာဝေပေးလို့မှကျွန်တော်တို့တာဝန်ရှိတယ်選舉結果在這個2禮拜來公布，新國會按算在明年2月開議，依照憲法規定，總統人選會由國會推派，1/4的國會席次要保留給軍方，就算翁山書記佔多數席次，未來還是要甲有真大勢力軍方共享權利。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議會下晡針對食品安全自治條例進行討論，國民黨團提案的是豬肉加相關製品，被當驗出300種，而且因想要直接離脫。不過立院議員最後是用退席抗議，最後國民黨的人數優勢加上黨團協商，落尾是改做是所有肉品攏被當驗出300種，要三讀通過啊。高雄市長陳其邁去市議會報告明年市府總預算納入加急動員，雖然預算案順利交付審查，不過國民黨團要求修正是按自治條例，只有急迫性應經副總統馬上審議，那雙方就展開攻防。請議事組人員清點各場人數。民進黨退席想要讓出席人數無過半流會，不過國民黨以人數優勢，最後三讀通過。高雄市是按自治條例修正案規定，所有肉品來去多半應檢測。立憲批評是噴射機式的立法，不只無討論空間，各種科學問題政治化，表示強烈遺憾。這個立法的意旨、內容、標準應該要怎麼討論，應該要怎麼定，都沒有經過這樣的程序，就為了國民黨團他們的政治操作目的，把一個科學問題政治化。這個是議會自主嘛，哈，那議會的決定，就由議會自己來處理。高雄市議會已經當你最好的後盾，高雄市議會所通過3讀通過的自治條例，要檢測高雄市所有的肉品，讓萊克多巴胺在高雄市不存在。對立院講話，地方處罰甲中央無法抵觸，是無效欺騙選民的做法。那也表示過去有同款的案例，大法官也是判決地方法規有效，所以因強調了後會徛在人民的身體健康這邊。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明年就要開放美國的豬肉入來台灣咯，就民間團體呼籲民眾就愛抵制美國豬肉，甚至也講尚無愛增加警告的標記，袂當干那標示產地之意。也呼籲講食農教育就愛立法，透過教育才當對根本做起，保障國內的食品安全。拒絕中途開放，重啟公民參與，重啟公民參與。
反对中共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主妇联盟嘛徛出来批评，讲政府无顾全民的食安，应该重新启动全民参与。整个公民参与是不见了，风险评估跟风险沟通的程序也不见了。我们认为这样子，我们是无法信任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决策。一个打生囡仔的妈妈嘛强调讲，台湾人有咧食猪肉来惯习，尤其是有心的人为着要补充蛋白质、体质，食补清在食着甜瓜、油脂等等。因若大多数的外国人无咧食肉类，认为外国猪肉内莱克多巴胺残留的标准无适合用伫台湾，建议应该零检出。猪肝跟猪肾的这个瘦肉精的容许残留量应该为减除。主妇联盟提莱克多巴胺快速体检的试剂，示范安怎检测猪肉内底敢有莱克多巴胺。强调讲，若是猪肉标示不明，未来民众若是要食猪肉，恐惊都要家己传试剂，要食的猪肉都要靠家己来把关。它其实只能验出说它大于这个2 ppb。未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来猪进口的话，未来我们的厨房可能家家户户都要去具备这样子的来片。标示来猪，你标示清楚，就像是香烟盒上面的有毒，画个骷髅头，这个东西呢，我给你警语了，那你要买那是你的选择。明年1月7日开始，正式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主妇联盟真无奈表示，若是一定要开放，政府就应该赶紧完成食农教育的立法，透过教育连接土地、产业，还有食食的文化，互食安对根本来做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网络拍卖伫咧庆祝双11，这拢是中国迄边的出头，甚至台湾也对咧流行。不过，有40间的独立册店宣布讲要进行双11联合休困，认为网络平台下介绍行为会扰乱册店的市场，造成伤害。天文有一半店内永远有灯光，经过友好册店的福林人今日去想要买册。今天没有营业哦，真的哦。今天我们有一个联合抵制的活动。在1月11这天休困买卖册，负责人詹正德解说是对电商平台伫双11购物节推出66折，也是至少5折起的超价的拍折来卖册表达不满，因为册价哄太价低，对台湾册业尤其是独立册店甲小型出版社有真大的伤害。事实上是把书的价值贬低了，你引导社会大众只看重书的价格，然后不去忽略了书的价值。不管网络也是大型册店，比方时新册一上价7、9折，加上前2天独立册商碰气文化感觉合作的购物网伫全馆活动，一本拍折比约定较俗，所以讲宣布结束合作。位在屏东的红气球册店负责人发起1111册店休困行动，有40间独立册店响应。变成我们第一线的书店，他常常就面对读者第一线会质问我说。你们书没有折扣哦，那我就去网络上买就好了。对于独立册店行动，博客来甲某某互帮媒体回应，这毋是定定安尼做优惠活动，双11了后会回归一般优惠。伫文化部长李英就是讲，尊重独立册店无以促销来维护文化产品。让每一个独立书店取得书的成本比较低降低呢，这个一直都有在做响应的册店讲，台湾册业长期互拍折来伤害，民众已经习惯，若无拍折就买买。即摆是要提醒更加多人来思考册价值，也希望文化部提出新册卖价规范，结果进行社会沟通，定出时点加配图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乌这个学电路并交道，逐天上下班的时间一定会大塞，因为无几分钟就火车通过，一塞就塞10多分钟，一等也是等10多分钟。民众也希望讲台中的铁基路做高架化会当继续往南并做，才当解决并交道塞车的问题。并交道为哪扛出来准备进站火车慢慢通过，伫乌一区学电路这并交道，若甲上下班的时阵，就会大塞车，常常回倒到大一线顶悬，造成交通大拍夹。当地民众真怨叹，希望相关单位应赶紧解决这个交通问题。是咱3号里成功社区遮的阵是上大的这个困扰，因为要过节这，比如讲我就要载一个孙仔上课。干那点啊等甲迟到，网络咧讲笑话，迄毋是笑话就对啊，用算一个游戏啊还佫会付就对啦，当然这是几啊年前啊迄个相关单位啊、交通局啊，都拢讲有要铁路高架啊但是讲归讲拢无安尼做就对啦。
李长表示，下电路上下班时间车流大，并交道离台铁新乌一站各只有400公尺。新乌一站是台中高铁站的重要转车站，所以通勤时间班次真济。相比这个时阵，甚至过1分钟就一班车进站。并交道定定一等就40多分钟。原本真侪年前规划铁路高架化来解决，不过后来却无效无实。交通局这边会针对行经中山路需要走学田路这边的民众，然后做一个替代道路的导引。那这部分交通局会赶快来做一个替代牌面的一个设置。目前台中铁路高架化向南至做到大庆站地方程序，假使要解决并交道塞车问题，就要将高架化做到成功站。台中市府表示，除了讨论相关可能性以外，也请当地派出所加强交通接驳时间的速度，民众也应选其他替代道路，避开塞车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安南区的9份定位区，有预计未来3年会搬徙入来人口，就掀起一间施行9年一贯的高中小，按算明年3、4月就会开始招生啊。有真侪家长直直来问，甚至边仔厝也拢全部卖了了啊。工人真无用咧赶工，希望伫明年6月进前顺利完工。未少学校受少子化影响，明年减班或者是并校压力的时阵，台南安南区煞反倒转来咧新起9份国中小学。9份子国中小所在的区域就是9份子重划区。就我现在手边我所掌握的资料，就是说未来陆续在3年之内。那这些大楼会陆陆续续完工，目前我所了解的总户数已经到达将近2000多户到3000户。台南市第一间9年一贯国中小学也未开始招生，都真侪人来问。附近建汉甚至因为学校加持未了了，其中有将近2成是南科工程师买的，已经有里民咧反映学校名额无够的问题。希望讲看会当较紧，看用较济，看会当搁增建无啦，安尼啦。啊，要大家拢足爱要入去这间读的。这里有一间那个国中小的新的学校，所以会让那个海淀国小的人数分散一些。为避免影响在地学生权益，台南市教育局表示，招生会以적些学生甲户籍设较久的优先。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其中一方有实际待手册啊，兄姐部分是不是在新生里面，教职员子女或基本学区的新生跟涉及共同学区的新生等顺序，以那个现在的一个入学的部分，一定是看你涉及的先后的部分。教育处主任表示，9年一贯国中小学对学校规划更加完善的阶段性教学进度有帮助，不只是升学导向，是要为自细汉培养囡仔国际视野甲国际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市甲绿岛有一种强要当种的树啊，号做佛光树。后来透过农委会合约，今日会当种来看水啊。有一间民间企业捐11丛的佛光树，予台东的富山国小用种树啊来鼓励大家减少排碳，也予树啊转到本地故乡。台东县富山国际实验小学的学生做伙伫咧学校种企业捐的树啊。这个树啊是金心木姜子，嘛号做佛光树。因为叶仔的下底面，日头若照落就会金死死。英国有一个传说，伫咧绿岛甲南屿才有的这种树啊，伫咧暗时月亮照落就会发光，会当引带渔船转到厝。若富山国小嘛伫咧海边啊，种这种树啊，是为着要互树啊会当转去故乡来成长。佛光树是兰屿的原生种，也就是我们台东的原生种。在10多年前之后，其实林务局有将它拿到本岛来复育。算复育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才有办法在台湾本岛，尤其台东靠近兰屿绿岛这个气候，其实是相对适合。佛光树去由农委会来做轻度濒临断种的原生树种，学校表示，选伫11月11种树啊，除了合约，嘛希望会当甲即卖袂少行业，当伫咧举行拍一个活动，形成对比，呼吁大家唔通冲动买物件，替环境尽一份责任减碳的力量。最主要是想让孩子们知道说，当我们在消费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更具有一些全球的公民责任。企业即届拢总捐11丛佛光树，市价一丛差不多要10万左右。学校表示，未来还佫会请企业提供文创课程，教学生囡仔利用这种树啊来做芳水，还佫有利用叶啊甲茶枝做相关的文创作品，互学生学着利用天然的物件来创造循环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稻仔挂起来，这要做的草瓦厝，即马真罕得看到。为着要互大家知影英国农村的生活，新竹县新下厝文化保存区也特别设一个稻草环保装置点，除了有草瓦厝，也有300公斤重的草瓦捆，要互民众体验农村的生活。预备，Go！大家已经放进帮啊，才有大捆的草因，总是有淡薄仔向前山顶动。另一边是用稻草起的草瓦厝，内面阁有公树，囡仔生甲真欢喜。为什么稻草屋会被吹掉呢？因为大野狼，这是牧草的，然后大野狼会吹走，然后风也会啊。我们就是利用童趣的方式，想说让孩子在都市里面可以感受到说，其实我们以前农村生活是怎么样的状态。主要的发想是说，我们以3只小猪来作为发想，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大野狼设定为一个就是坏人的角色。其实他做到最后，其实大野狼比较像是跟着小猪们一起在这里玩乐的一个状态。2020生活厝大地艺术季，这届特别用稻草来拍做大野狼甲3只猪仔囝的故事。真侪时代看到久无看到的草瓦厝，却想起囡仔时的记忆。他就说他以前住过这个房子，然后他在跟我们解释说，其实以前的茅草屋也是不会漏水的。那以前的茅草屋是2层，那我们做起来只有1层。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这个会漏水哦，你们要不要再补强一下啊什么？可是他其实当下还蛮感，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稻草屋的感觉。主办单位讲，这个活动除了想要让今摆的囡仔体验农村生活的趣味，也当了解过去稻草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也有资源循环的精神在内。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由妇女救援基金会所经营的阿嬷斗人权博物馆，当期咧陪伴也记录日本兵慰安妇阿嬷的故事。虽因为欠经费，已经伫11月初10暂且休困啊。不过文化部也表示讲，未来会继续补助妇援会，互因伫明年4月，通好伫新的所在重新开幕。即个若无以后无留咧，阮其实嘛真毋甘啦。一拍一拍的电火，甲阿嬷画的家工笑好光，代表阿嬷的人生虽梦坎坎坷坷，也是充满希望。来到这间全台湾头一个由民间组织成立专门推展慰安妇故事的阿嬷斗人权博物馆，就会使看到阿嬷的作品。不如个妇援会讲，经营阿嬷斗4档了10外班，在11月初10已经关门。房租真的是太高了，捐款的那个金额也比较少。第2年、第3年有门票收入的时候，跟一些商品的时候，才有这些商品的一些收入。很多活动要去做宣传，那需要人力，那人力的部分也是需要一笔开销。妇援会讲，以社会福利团体的力量经营这种长时间展览的博物馆，包括场地、装潢、人力、第一线的慰问和陪伴服务。今年平均每个月爱开60外班，不过今年正月到10月有向文化部请到的补助，才73万元。提倡妇女权益38档外民间基金会认为，未来阿嬷斗应该和政府相关的博物馆做伙合作，到宣传也增加连见度。它有没有可能是例如说民间跟政府一起合作一起经营？但显然阿嬷家可能还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资源会缺乏。是一个当然是物理上财务的支持，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文化资源上的这种互惠这样子。安那文化部是表示，这5档拢有徛伫维护文化宾馆、保障多元族群有发声机会的立场，助展阿嬷斗永续经营。未来也继续研究补助的金额。在这个之前，文化部也召开2次的跨部会协调会议，我们邀请了卫福部、国产署，还有这个台北市政府那个共同来研议。那后续文化部也会尽可能的协助必要的经费来补助来帮助阿嬷的厝会重新开幕。刷入去阿嬷斗会刷去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3段瓦近捷运民权西路站的办公大楼，按算明年4月份重新开幕，也固定时间换无同主题，缩小规模展示，减少支出。
也期待阿嬷的故事会当继续留落来，刺激社会实践女性平权。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马仔讲的时间，咱再会。